的事儿，快别问了，快走吧！来，走，上车。你这是坑我吧？有车就不错了，总比你走路强吧？快！那你这2轮的也跑过4轮的呀？逆向思维一下。啊，你快走！快！耶！喂，任性！我告诉你，别再派人跟踪我，我人精可不是省油的灯。再见。皇上太可怜了，皇上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惩罚，他可是太上皇和太后的心头肉啊！别，皇上他会没事的，没事儿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来了，他要整死皇上。是拓跋将军回来了，拓跋将军。谁呀？谁是拓跋将军？你说什么？拓跋将军？皇上太有义气了，为了报仇，居然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。你先别说这个，听说你见到了拓跋将军。你们都认识拓跋将军？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？你的眼中还有一丝丝的兴奋。你不会是跟拓跋将军串通好的吧？你是托我，是问你！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最好不是，要不然我就去告诉警察叔叔。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谁是拓跋将军？拓跋将军就是皇上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也是他的主人。拓跋将军是有苦衷的，不是你这种等闲之辈能了解的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谁是拓跋将军？谁能告诉我？就是特务！他怎么成特务了呢？吵什么吵啊？哭哭啼啼的成什么样子？做不做生意了？好了，嫂子，不是那个姐，那个去看看元宵吧，孩子一个人怪可怜的。啊，姐姐，求求你了，你去看看皇上吧。我就搞不懂了，为什么每次都让我来给他们擦屁股？我才是受害人，你们问过我吗？不管，我就不管。小祖宗啊，你看啊，这款是138的，这款呢是168的。哎呦，我说小祖宗啊，你就赶紧吃2口吧，好不好？你要饿瘦了，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啊？我不吃。好，不吃，最好别吃。道德败坏的小朋友根本不配吃东西，正合我意。你饿死了我也不管。李伯，你也别管了。大哥，不吃就不吃，我早就看出来你的计较法了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不会被你哄脑的，最好放1万个心。你走开。有些人想太多了。你吃不吃的跟我没有关系，关键是我有的吃啊。野伯啊，听说我们附近开了一家5星级的饭店，那我们今天就去大吃一顿，好好的庆祝一下。走。哎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你们爷儿俩这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呢。哎呀，我这牛脾气啊！牛宝宝，我不管了我。这小子完完全全是我的种，跟我一样硬骨头，真不知道该开心呢，还是该怎么好了。
么玩意儿？谁的脾胃这么差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你让开，让开一点！你这老变态！你这老变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受不了了！我受不了了！我受不了了！你这没脑子的家伙呀！你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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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静，你终于出现了。你之前去哪儿了？啊，别提了。啊。所以你上次真的误会我老板了，都是我那个土豆老爸搞错了对象，把黄辉当成了李欢。啊，你们俩就别再吵架了。你们一吵架，我以后都不知道站在谁那边。就算那件事情是我错怪他了，那昨天的事情，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他。我老大那是醉话，这不能信也不可信。我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跟他平时骂冯峰一样，怎么会是醉话呢？就算是，也是酒后吐真言。切，好了，我都知道了，那是元宵调皮，他都受罚了。怎么，你真的不去看看他，不担心他？妖女，你终于来啦！果然是个吃货嘛！看你这还想吃的样子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嘛。妖女，你开玩笑的，过来吃饭。好。妖女，对不起啊，是我错了。不错嘛，皇上都会道歉了，看来战马步还真是很有用啊。妖女，你又拿我开玩笑啦？还是根本就没想原谅我？哎，算了吧，反正我也没怎么样，我还揍了你爸一拳呢。耶！哎，我听鳄鱼说，你见到拓跋将军了，还跟他打了一架。对，那个拓跋亮，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，只可惜父皇他全忘了，而且他还不相信我。我相信。嗯。不过有的时候，某些现代人跟古代人真的长得很像的，比如说叶波、芬妮，还有我。我知道，可是他真的是拓跋亮，我认得出他来。可是父皇他，妖女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。来，尝尝这个。嗷！好吃吗？好吃。多吃点。你又在干什么？我看他睡了没有？睡了吗？睡了。吃饭了没有？那怎么行呢？扒开他嘴也往里塞呀！别，他没事，老大。他是我的儿子，我死了你负责。不是你让他饿着的呀！有病，闪开！老大。